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昌堯師傅。首先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。好啦，又嚟到2026年嘅6月19日啦。今日係星期五，係農曆嘅5月初5日。嗱，今日呢就係端午節，喺度祝大家端午節快樂。嗱，今日呢就叫做呢甲子嘅木老鼠日，就生1984年嘅人呢，就叫甲子木老鼠啦。咁今日呢，佢伏吟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老鼠呢，就係同馬相沖，就沖一隻呢叫戊午嘅土馬，就生1978年嘅人呢，就叫戊午土馬啦。咁同時都沖一隻呢叫庚午嘅金馬，就生1930年同埋1990年嘅人呢，就叫庚午金馬啦。咁今日沖馬之中呢，隻金馬同土馬呢就比較嚴峻嘅，因為佢係天黑地沖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啦。嗱，老鼠同馬相沖呢，通常就應喺咩地方多呢？通常呢就應喺坐唔安企唔落啦，就桃花就容易變動啦，容易燙傷或者受傷啦，特別呢係血光之災啦，所以呢要注意啦。嗱，再加上呢，今日呢就係破日嚟嘅喎，係日值歲破，大事勿用，諸事不宜喎。咁喺呢個破日之中呢，子午正沖，呢個磁場呢係最動盪嘅。咁呢一日呢，最容易就係發生意外、破財或者同人決裂，所以呢，重要嘅合約呢，千祈唔好喺今日去簽。重要嘅事情，盡量都唔好喺今日去做，特別要注意啦。咁尤其是呢，好多時呢，我哋呢端午節係要沖一啲叫做午時水用一啲午時水嚟做嘢嘅。咁呢，今日嘅午時水呢，就千祈唔好用啦，因為呢，今日係破日，子午正沖，所以呢，今年嘅午時水呢係唔能夠用噶，用咗就好麻煩噶啦，變咗反效果嘅，所以今年特別要小心啦。咁嗱，逢沖呢就必動嘅，所以呢，我建議呢，屬老鼠嘅朋友同埋屬嘅馬嘅朋友呢，今日要多做善事，去捐下錢啊，贈醫施藥啊，多做一啲利益眾生嘅事情啊，多做一啲布施啊，將自己嘅運程提高佢，希望喺今日可以逢凶化吉嘅。嗱，今日嘅30位呢就喺南面喎，咁記得南面呢就千祈就唔好動土，再加上今年嘅五黃星又喺南面，所以要特別注意南面，尤其是屬馬嘅人就更加不宜動土。因為南面呢係馬嘅方位嚟嘅。嗱，今日特別要小心嘅兩個時辰，一個時辰呢就係凌晨嘅12點到1點個甲子時，同埋早上嘅11點到1點嗰個庚午時。咁呢兩個時辰呢要特別要注意啦。嗱，今日呢如果想催財嘅話呢，就喺咩方位好呢？就喺東北方，因為今日財神爺呢就喺東北方嚟嘅。咁我哋可以落街向住東北方嘅方向行15分鐘去迎接財神啦。咁今日嘅財神寺又喺邊度呢？原來呢就喺早上嘅3點到5點嗰個寅時啦。嗱，我哋睇下今日有咩幸運嘅生肖啊！原來屬牛、屬羊、屬虎、屬雞、屬猴、屬龍都係今日嘅幸運生肖嚟嘅喎。咁究竟有幾幸運呢？嗱，屬牛同埋屬羊呢，就有天月貴人去扶佢嘅。咁屬虎呢，就更加多啦，佢有福星貴人啦，有喜神啦，有財神爺睇佢啦，所以屬虎都幾好運啊今日。咁至於屬雞嚟講呢，咁佢有天官貴人去睇佢啦。咁至於屬馬騮同埋屬龍呢，就有三合貴人去睇佢啦。故此今日呢，屬牛、屬羊、屬虎、屬雞、屬猴、屬龍都係今日最好嘅幸運生肖嚟嘅。嗱，記住啊，想逢凶化吉最好嘅方法就係多做善事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咁就包你有運行啦。你所做一切嘅善行，
終將都回到你自己身邊啊！嗱，大家齊齊做善事啊！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，聽日再見啦！